来，各位網上幾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接下來，咱來看賣一支提供予各位參考號碼。會員朋友會記看咱的會員影片，嘛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。也未訂閱頻道的朋友，會記甲咱的頻道訂閱起來。首先，咱來看一下，來2025年3月29號，0917做伙開出來，來下兩期，帶5尾05。第二組2025年8月12號，0917做伙開出來，下兩期5尾帶35。第三組今年3月28號，0917做伙開出來，下兩期5尾帶35。上尾一組來5月2號，0917做伙開出來，下兩期帶5尾。來以上會提供咱53幾位朋友參考。會員朋友會記看咱會員影片，嘛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使順利當中，咱下期再個見面。